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本日福氣來呢個節目。你研究吼，大家係講看新聞是會發現講，哇，有一個名詞按到每種群體染。哦，大家談到是咪有些緊張是想講，哇，你係乜嘅東西，係咩被查到，係講查到過後，會有乜嘅後養蟲嘅問題，會用嘅曬，到底係乜嘅東西咧？今日特別繞牆到線上嚟到節目地圖，然後大家來分享。其實，大家來講，了解到底嘅地區是唔是按緊張？佢係馬莎咧，佢係類似種啦。聯信國際依然是依靠嘅主營謝聰偉，歡迎。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謝聰偉，我喺羅妹白公講，今日當歡喜對讓大家做分享。歡迎先生嗬，先生係自我手嘅，世界特別有講到呢個故鄉係讀羅妹嘅白公講，大家是會想講，哦，白公講係舊名。梗係呢個羅母，所以你一下個名係福公。冇錯。係先生自我紹介嘅時節會特別講，我特別咧講白公講，要萬年字。其實係講福公咧係新嘅名啊，攞一批人全部按到白公講。係。白公講佢本來嘅有歷史嘅名。係。啊，我哋大家當地人是講跳古語啊，跳公講喺第白公講，大家就會想起講，哦，原來有真係。而家用白公講，佢以前只叉跳用白公講，唔係用福公啊。哦，所以跳白嘅叉站，因為而家火叉站嘛，所以白公講叉站。冇錯，喺度日本書台是要嘅啊。係，要得學生詞嘅講法，所以我白公講，幾兩，因為白公講。係，以前依樣講，佢下面用白人改名，可能係講白公講嗬，佢是改原因是下腔苦啦，佢係真實嘅啊。你話按個白站面按到福岡，可能要下空對麼啦？福岡，用福岡，福岡好有錢。哦，你喺線上佢係類似羅妹嘅白公講，係佢嘅故鄉。線上見面特別來到你節目地圖，然後大家來講嘅時候，你研究大家可能看新聞也好，係順條嘅片語也好，你會講。很多大家都會談到嘛，感冒對不對？然後係冇是講冷度啦，感冒啦，冇是講流感，安喏。咁個你叫大家會有點緊張，大家會講到隻名詞安喏。梅將軍就是梅將軍，簡單來講，你係買東西。梅將軍嚇是講個翻譯到梅將軍啊嚇，其實佢係當到因冷度很多係呢種致病菌啊嚇，你講了解咩係嘛嚇？你講係咁梅將軍其實唔會少見嘅，其實當多，不過大家當到誤解啦。你講梅將軍梅嘅話講上菇，霉菌其實是梅將軍。係，佢樣講哦上菇啊，上狗屎毛啊，其實唔係啦。哦，咁樣一開始用辦法，其實我哋唔掂。你像大陸改變按照支原體啦，完全係共用嘅東西。佢哋係特殊嘅是講，佢有一般人你講嘅社群有冇埋共用嚇？佢樣東西冇細胞壁啦。佢係你環境啲嘅多，佢自家個身體外部或自家繁殖嘅一種咁嘅病原體。然後平土就冇共用。平土係到人的身體啲嘅路，其實緊繁殖那樣嘅啦。錯，可是按樣睇落蠻恐怖的，一定影響嘅，就是病毒會覺得佢到體內就對咧繁殖。不過好像這個梅將軍仍然死鬼都有，而且就是空氣地毒隨時都有。佢講下麻煩事嚟講，你大家開手啊，你講下話處理下所嘅成因啊，佢係麻煩喺個。因為佢下特殊啊，佢到其他時佢冇辦共用，冇細胞壁，講當多嘅抗生素啊，對佢有冇效？哦，梗係麻煩係係，所以先生先要講到兩隻重點嗬，第一個佢用因為切刀，第二隻係佢藥用抗生素咧後背為好友後面食落啦，大家都分享。咁個因為你大家都知嗬，你下2024年其實呢個過去有經過差唔多3年嘅疫情，你講嗬，新冠肺炎什麼，所以喺上面其實冇唔係講台灣全世界都遇到一樣嘅問題，大家都大概最愛嘅大東係，其實就你講嘅好點點，終於我們解封了，解封咧，你個最愛是50代咧，50代過後，你哋叫新嘅名詞叫做免疫負載，意思係講，哇，睇白嘅大家會到預防按樣計上係新冠肺炎嘅問題，所以大家都洗手啦，有冇戴嘴？所以現在是反而哇，大家很 panic，當緊張，當種乜嘅感冒啦、好流感啊，乜嘅都來咧。
吼，该下是讲大家防疫当认真啊，而且差不多3年的时间啊，所以该时候我买有平衡啊，你像流感啊，还有该另一个每种菌啊，其實佢冇買到，其實下係開始是唔是安啱嘅嘛？嚇，我最那邊我每代使用醫啊，但是講學時候要到學校都是蠻遲而且。我舉手發問問一下問題，先生問哦，因為你研究基本因為特別討論啲問題係因為研究嘅新聞報道問大家有些緊張。我想問先生，安豆煙枸杞，就是枸杞跟安豆煙對你來講，在診間裡面，就是小朋友來看，是因為黴漿菌感染的，跟倆基感染，你覺得在比例上有區別嗎？倆基也有下多，倆一慘啦，講前一包嘅是該流感嘛多，倆係變到黴漿菌也多，還個腺病毒也多。OK，但是大家是輪流來啦，你先是有講有老人節氣有關係啊，比如講熱天下有啲平常下冇啊下少啊，咁個幾天下冇講嘢啊，其實就是一下子包是產品是菌成因，菌浪嘅片咯樣。不過基本嘅像先生呢度兩片寫，嗱所有嘅家長講嗬，係講我係要成癮嘅，大家是咪要學少啲嘅？咁個一到第幾多感冒要物嘅冇強弱，嗬，第幾到一般嘅流感要物嘅冇強弱，兩邊咯大家咧分享一下，記得查到嘅前頭係乜嘅？我先講體質，因為體質當簡單嗬，因為佢前頭冇人染蟲，咁個佢1禮拜到4禮拜，差唔多是感染，對不對？會下叫啦，會下叫。佢會佢嘅前頭會。你講一兩多很多，最多2禮拜。1禮拜到2禮拜。可能會到經驗上會好啊。哇，當叫誒，嗬！而且家係講佢度學搞圖書，要咪查來查去，大家查來查去，大家都當叫，嗬。第二，佢可能會看到嘅前頭像係支氣管炎。氣管，你是兩胎氣管，你會發現嘛？啊，其實會下背啦，因為講。感冒太體係上呼吸道嘛，上呼吸道是氣管單背，有點蓋啊，鼻孔兩邊然後上呼吸道，下背就是黴漿菌下多，下背就是到肺炎改變啊，肺炎，黴漿菌是下多，下呼吸道兩邊。佢哋會寫講，佢可能要夾張嘢咪搓。所以它是動粗啊，這個粗很容易，要動到它是因為我可能你順條幾張嘢，順條動到偏就唔樣。係冇是講咩？這個搓不是那樣吧？給黴漿菌會搓哈，很激烈係冇？搓到咧從因心管會咬出來啊，搓到咧面風氣咋？跟暗部啊會水唔聽咧，跟住會搓。哇！哇，厲害啊！心動辛苦，好啦，大家來講哈，還有差唔多有10%嘅人可能會得到肺炎，可能哈，而且佢可能會有一些發燒、冷、呼吸困難、胸痛，係冇是咪感覺好痛，係冇？係啊，嗰是算係嚴重啊。啊，你最近到肺炎是到你下背嚟啊？兩片。下背，因為講氣管下背是係氣部啊。啊，氣部兩片係講感冒嘅時是會很嚴重，會發燒啊。可是現在我大白許多東應記到黴漿菌，他們也是會肺炎啊，感染肺炎啊，併發症肺炎。感冒也是。是10%啊，他們是感染有3%添。而且大白糖都記到係講得到肺炎、肺炎就延續到肺炎都好嚴重，都嚴重。因為黴漿菌佢也有在講特殊嘅講，有到病原哈，你切過咧是會有抗體嘅。會有長時間，不過佢啊黴漿菌哈冇法度。這個等下咪咪，讓大家來講，不過你下先讓大家來分享一下。你看，你講到佢嘅前頭，你讓大家來講佢嘅迷思係大家話到嘅安樣嘢，感覺上係靠時係靠愛嗬，唔係靠欣賞嗬。第一，照搓，佢咪見搓個，咁講佢冇鼻水哦。一般呢個看到係講看到嗰種流感感冒咪。鼻水是一個很動常嘅觀察的現象嘛，佢唔會搓，所以佢可能是係黴漿菌。唔係完全係哦。
没安全。答案就是不一定。莫停车。信上很可爱，信上讲你什么东西讲去停，它就是不一定，所以不一定，对不对？不一定。好，所以唔係講照抽沒有溜皮隨時係，再來係講咁找到梅將軍停錯會發燒。根本冇停啊！啊？不一定哈，因為有啲東西講發燒時會係咧。你像他做下煞時，計下係講，這到煞時一定會發燒。一定會發燒，計下，你講先個人做天咪係一定會發燒。你講每種就係特殊嘅。台體時間錯，冇聽咪發燒。我覺得唐多利亞，我覺得他好難判斷哦。其實找到梅將軍大部分是會變做魚讓啊。答案剛才已經有了，呼之欲出哦。來13差不多就殺啦。10個有1個也算很多哎。13對3，是股一股哦，一斗哦。而家學到半雙，差不多30屆寫哦。又10屆哦，30屆又3屆。對啊。一雙魚咪1斗啊。係1斗呢，魚讓暗陰床。找到梅將軍咪有氣喘。佢唔係一天尾啦，唔係一天尾。你氣喘搏下嗬，搏到眼睛啊，當眼睛會起來，你看佢頭皮頭到佢冷空氣嚟來，會嗎？冷空氣東西嚇，氣喘嘅搏下嘅，係啊搏下係啊，係啊，佢每種就是氣送一行天啊，啊哈，你找到一些有等於說應該。聽唔過去所以大家吼看到你也是會上去了解到底每種權益讓你買東西，咁個整體要動咱來判斷。其實咧，看先生是錯的吼，大家先聊下，然後再你等下常來講。东方鱼绕墙头来自中老界联信国际依然界11口界是从未主营，哇，这个主营上班来冻球之前的呢。因为两岸球哈，就是昨天讲疫情过后啦，我们刚刚前一团节目又讲到这个免疫负债哈，所以两下大家也会祈祷讲哇，感冒变多咧，讲实在袂，挑白个疫情是应该顺挑感染，所以大家会防止个新冠肺炎。两岸球唔系顺挑会因当伊都来啊，就是。當場要感冒，要當場冇感冒，當場要稀稀怪怪，要當場冇容易吼，所以大家係要注意。基本嘅貼皮啦，大家咧分享，啲人叫大家會討論嘅，比較減性嘅，每種權係咁嘅討論吼。所以咧，一開始是來到你哋只福氣便利貼，就是就是便利貼，其實就是告訴大家一個小知識，誰地區。那個誰地區呢，就是這個肺炎哈，我們說梅將軍肺炎有很多行走的肺炎，聽起來很驚恐、動驚。怎麼說？用白講哈，因為肺炎每種就提到哈，其實佢唔會講當嚴重啦，對身體對兩人唔係負擔唔會當大，所以佢兩人比提到佢係嚟慢會走啦。因為每周是，每周去上班，每周去讀書啊，因為基本冇發燒啊，是那個行走的肺炎，是就是因係得到肺炎哈，冇咁嚴重，係。你是說肺炎就算查到個10%個肺炎，唔會咁嚴重？哦，比起其他人講嘅肺炎鏈球菌啊，佢當嚴重一下是幾隻，住院，皮膚全部拍出嚟嘅。當然，像喺啲梅將軍查到嘅肺炎哈，台體是快咗嗰時候嘅，你下少講一天內帶人啊。怪堂信上講嘅每醫囑係嘛解，早年做時候咧，所以跟邊老大家來講嘅意思是講，堂醫來當難判斷，因為堂醫來有冇人樣從喺到底仲係講，因為大家會緊張，基本上老大家來講冇按緊張，嚇。不過還係要注意哦，因為先生講，你講行走的肺炎，航路嘅肺炎意思是講，為什麼他到處走來走去？因為佢是飛沫傳染，是被傳到。係啊，因為佢建議唔會講冬天，佢話慢慢下拄好佢就會錯，就會流鼻，就會見講法，佢會扯出去啊。我們說趕快走，慢慢扯啊，退散，所以呢度空氣毒啦。因為佢當冇當嚴重，變到佢是唔會去講當緊張去看先生。我其實慢慢行啊，但是會當會扯出去啊。不過先生愛吃到，雖然講佢冇人嚴重，不過他很煩。
然后他好像时間學久，幾隻腳踭熱傷是用搓，而且有抽動性骨，大家會知道係講只是發燒，是得那個發燒藥就是退燒藥，退燒解藥嘅時候，可能用一兩日就好手術手，咁個抽動性骨，咁講緊搓連水母都水唔好，搓到解每度會出出來，還有講到咧，大家是咪講？得佢做啲潤久免疫膜。做啲係麻煩嗬，因為記到平常時看嘅細菌佬病毒冇咁咯，佢冇法度講對你身體有永久嘅抗體啦。你像比如講不過嘅水痘哈，對，水痘。不過一擺就免疫。一擺是唔會被切到，因為春媽未係啊。豬頭皮嗰種嘅啊，豬頭皮，個出媽咪係媽疹啊，出媽咪係，你切過一擺，你下擺是唔會得到。佢哋有冇法度啊？佢哋是講，你可能長時間因為抗體很少，你可能半年過後佢就降下來，所以你就會被切到。所以講咧講，伊係設計係免疫力提重要，就冇應該持續嘅免疫力。講到咧，大家是咪問？佢到底馬上後被切到咧係老人家成因？因為大家會問啊，當然老人家老成因冇聽錯，像有啲東西係成人比較容易。咁問一下，每種群的好發族群，如係小學校位，小學校位，尤其係到幼稚園啊、小學啊、中學嘅成因最多。中學咪會，中學嘅，小學是下會。佢如果是切下細成因啊，中學睇因就算半年切到，佢咪唔會咁嚴重。你可能是像一般人多，佢咪冇一款先生。OK。所以其實有好累啊。對，而且一般來講，其實你只是非常的輕微，好冇咁嚴重，而且大家是咪想講自體免疫？冇錯啊。療傷機會好好冇，係講當然講好嚴重，係講整體好。半年都唔送上，係咪係建議大家要確先生？但係到底大家就會問哦，該老人家講過好，唔會切到黴漿菌肺炎，聽起來是這樣嘛？嗬。太陰下唔會啦。太陰下唔會，呵。講到呢，講到呢一片嗬，其實呢因為可能受到新冠肺炎嘅教學也好，讓用也好，大家係咪當慣做嘛？介都會篩檢。係篩檢係。這個呢，你每種群做啲篩檢麼？篩檢你下推翻大家下。試行做嘅是驗血啊，驗血佢身體底部都會抗體啊，抗體。這不是什麼搓鼻子。唔係，佢未有兩種檢查，咁個，佢係按照 PCR 驗佢抗原嘅嚇，嗰種係下冇按準啊，冇點樣驗得出來。應該講驗出來機會當少啦，當少。你驗下全部驗咪冇埋相似。驗片做得看，驗片看佢嘅抗體就出來先是啲講，咁要切到。我問題係講係20000切到係1000切到，因為已切到可能半年時間，你身體底部都係咪要個抗體會接出來啊？應該最少係驗200，你其實擺，比如講2張驗冇。天真已經找到驗，要做出來咧，嗰時表示講，你係20000時係切到嘅冇用住嘅。佢這樣是不是冇乜嘅意義？係啊，冇乜嘅意義。當時講推翻啊，最推翻，當時時我講本做來驗200嘅，該遲到當辛苦啊。係啊，因為其實你是係遲到，係講身體所醫生係用緊做咧，好好咯，來。治療機是好嘅樣做嘛嗬，咁個先生要講到，一般來講，其實係講得到每種佢血樣，他都會自行痊愈。太體會啦。太體講咩講完全冇實際啊，是講必須掉嘅症狀嘅藥啦嚇，用粗嘅啊，冇人粗落嘅啊，白湯咪落嘅啊，係是辣啦，咁自己要掉是行嚴重，行嚴重啊，所以必須講。抗生素嗰啲啦，咁個幾條要研究係講看新聞，大家會講到係講是抗生素呢件事情，會有一些抗藥性，就是慢慢幾個做啲講，現在做啲講係細菌，什麼細菌？它算是細菌嘛，對不對？佢係唔係完全從細菌啊，所以你單項按照咩樣做黴漿菌。OK， 所以佢係咪因為變化，所以佢咪要佢咪會變啊？蟲嘛，嗬，所以咪要抗藥性嘛，什麼？咁就以前我早期
通常看一种叫做按照日书啊，开始下简单，最后已经是到连啥是3年时候咧。哦，很简单。当简单。不过今下工作是当强啊。你像喺创造以大陆出差啊，改变的我将近90%。对该传统的该日书该农药的完全无效。啊？为什么？用英讲是因为佢变化咧，就每种品质会变化。生法它一样。基本会变啊。推翻咧，推翻两下。推翻常6箱7箱咧，6箱到7箱就冇係咩？那俺问伊的行业从俺问题会按变来变去变到。跟随先能先用抗生素出来用啊。什么意思？你讲？那配种抗生素冇看药性的啦。俺意思係講，這聽起來有點恐怖。我有沒有見用到最尾啊？冇用好用。該是你到病毒細菌界抗爭啊，佢馬上了解。佢呢個變化好驚，就係講發明介藥好驚。哦，咁個講到咧吼，老大家都提醒一下，其實用抗生素只是怪糖先生講，因為用因大家冇了解，因為頭擺你那先生係肉有冇感冒咯，唔係抗生素哦。你是到日日用因大家是咪知道？好像好靚咧，冇買前頭咧，你藝術上咧是咪冇事？不過抗生素做唔得，先生係講你怪用因其實聽咗到佢實體狀況。冇錯。一般人會講，哎呀冇用因啊，做乜還是該抗生素呢？跟是講，今日抗生素咱是到一單相毒哈，因為平土因為細菌對空氣度唔會本有前頭啦，是愛用一點啊。不過我係講。有那個天體，佢杯機會有抬起來，有變倒起來，該是抗藥性，因為水每本氣體係通常最強嘅，水高怪該清啊，你就杯機抬起來，該其實會。你氣體該係水高怪嘅嚇，唔係水高怪。水每本氣體係該是水高怪嘅。係。你像愛比論講啊，你像該 A 組鏈球菌該，反動嘅嗰種係很多線反應嘛嚇，該。抗生素係實驗啦，有啲是3年時其實冇前頭，其實冇事啦。係啊，你保每技術嚟當身體裡邊要變發出其他嘅問題啦。所以你先生建議是實驗是乖實驗。係，所以咧，你寫到你所有嘅鄉親朋友係講，你乃肉先生讓你講你係抗生素，係你食藥，你食藥度勢怪事。意思係乜嘅咧？係講你食咧，吃到前頭冇咧，你吃到身體素爽，你說唔是，唔係哦，佢有會發起來，佢發起來嘅世界其實有抗藥性，意思係講你簡單食嘅肉是冇發到到佢氣體，簡單嚟講曬，所以大家係怪事。還有乜嘅當蟲嘅問題，你聊下，等下就再講。เรา強調誒，你嘅生意可嘅注意，食注意喺度節目地圖啦，大家都分享兩樣，大家可能看新聞會談到嘅，看到嘅，每種權係讓重新改到你講敬重啦。其實每一個節目是讓大家嚟講比較像衛教知識，向大家冇人敬重啊樣嘢。上場節目有講到誒，好好嚟談先生嘅，冇好好嚟食肉係冇，冇要抗藥先。咁個嗬，今日講過嘅時間要讓先生打嘴鼓，打嘴鼓。講一下，先生要講嘅經驗，肯定要注意哦。感覺經驗吼，當到嘅冇聽就係每種菌，當到嘅感冒啦、好啦、病菌，會好像慢慢的影響。強下來是什麼意思？強下來，好像軍隊哦，一起來。咁比如講，大家你像沖平土，當然5月喺個8月計下會有個流行，流感是差不多兩天開計下要，其他就冇講啊。通時回來啊，因為3年的防疫，然後該全部打落去啦，會這樣子，冇人用因為你看我要拄到幾味每種菌、流感，還個該先病毒3樣強下來嘅。什麼意思？幾感？你是說是感染？這時候同時3隻。他怎麼經容易得到？會到啊，會到。尤其係印度嘅所在，你看上海跟印度多啊，佢醫學校圖書，跟大家我看是會大家平頭來學校都分享嘛，
就是最主要所以通息又动到咗，所以讲线上未动，其实未动甜嘛，大家去想到底系乜嘅？我知道线上嘅意思。我觉得我来简单的讲一下意思是讲，因为头摆，你会有节气嘛，好，对不对？举例，你会讲热天有是西瓜，有冇吼？冷天有冇改挂，就是这会有节庆、节时令改问题。你讲双十一号营业到大很多两件事情，大家会讲，比如头摆从挨头摆，大家是会讲，比如讲，热天改时节可能是好容易得到，比如说像肠病毒，我说以前为起到大概比如冷天好容易得到麦改吼，不过线上了解是讲，佢摸浪一份春夏秋冬佢摸份，有上得多像係流感啦吼，每種菌啦，係冇是係，因為你研究緊有同同時嘅成因，佢講佢麥有可能係腸病毒。腸病毒你下沒有啊？對，意思是醫生也意思係講，現在講讓今熱天腸病毒。本來是冇流行嘅事件啊，你還有腸病毒。所以對線上來講，基本好聽，因為伊只寫偶爾來本線上看嘅時間，線上誰想你哋係多大係嘛解？因為這個都打亂了。所以免疫負債一開始話到係講，因為大家是開始好冇按勤洗手，好冇戴嘴呢是開始大家都有可能會吹到，所以其實找線上講，唔單係安勇感問題，有可能就是什麼都有可能在那個時候發生。狀況差唔多會最少會有經驗會安啊。慢慢，天咧就會要在挑戰到頭擺嘅用啊咁樣。好，講到咧，其實有當到嘅其實線上有案例做啲撈大家分享，不過你係上來提醒一下大家吼，簡單形容嘅上台補書，好簡單，可是做到冇人改。大家還係洗手。頭擺其實隨時都洗手呢，那講疫情期間，然後是慢慢變得好難洗，好冇？大嘴印呢，線上要特別講到哦，你自家係講有一些問題聽出嚟大嘴印呢，冇齊到半皮沙。係，咁最少會做到講自家要身體冇鬆鬆嘅先，最係咩會大呢？還有第三點係講你其實你講普遍的都不好血困，因為大家機會凍定一下，全勤獎不必是我。冇錯。好，然後這個很重要，對嗎？哈，再一次的再個提醒大家，因為你下動手講到了只東西，頭擺過去嘅上演哦，哇，大張嘢都在講。那大家在講洗手名，穩是好嘞哈，還是要有冇講手機那個啊，某個東西還有洗到好強力哈，而且頭擺線上頭擺疫情期間動樣還告大家，對不對？手指尖啊，手腕啊，因為大家應該唔會講。唔啲啦，哈，是講去落實啦，我俾大家你盡量做啦。那我要考試一下。線上你有這樣洗嗎？你話喺度平方全部按洗啊？你哋做之前全部按洗手啊？你都洗這麼仔細，內外夾弓，你看還這樣哦。而家大家，內特殊嘅單位啊。對，還要這樣。咁講你從你門診嘅診間哈，冇可能按洗啊，是隨時要乾洗手液。乾洗手液，你係方便。你是講去到該隨手該洗。該是不看有乾洗手液咩方便。現在對，還係可以保留。隨時都可以洗手啦。最尾咧，大家來講，其實馬個時間也是洗手，做線上冇強容，因為佢係線上，佢都易燃，吼，就是平頭動到。不過一般你講平常時也是洗東西之前會洗。咩聲音嘅時節係講爸爸媽媽咩聲音啦，你咩拼音嘅聲音咪注意，吼，冇切到偏手過後。這一定要啊！這我們從小就說上完廁所要洗手。啊，這個大家唔記得，就是生皮過後。這個我沒有注意耶。看病前後，因為伊是平方很便宜，看病概念可能是感染的病因啊，所以大家還係要注意哦，大家因為其實去到易燃看病，因為基本你看到，其實大家還係注意吼，你可以反正你是會記得洗手。洗手盡量唔可以易燃啊。有的人會吐洗可以看病啊，因為不看老人家
身体唔好，机会出不开生意哦，你是说探病？探病，看病，看老人家，老人家身体冇爽爽就医院大人啊。所以医生还是建议莫吼。是讲因生意情况冇去啦，是因为以前买个病都抢唔有啊。哦，系啊，伊可能首先喊过去其实。好，所以你俩几张也从你基本特别讲到每种群诊间有没有比较特别的案例？特别案例当然有啦，有到养虫的本学多啊，仲喺双张夜啦，看100时看3届，是每种菌的肺炎嘛，伊则系送报来。还在阿姐，所以是3届，所以3届生意等于是一家子，一家子。那台英有吗？台英看起来冇，其实讲喺门前啊，基本系对一下。我讲因为阿严仲常住在看，对爸爸啊，对妈妈对。其实共下对啊，线上很可爱，线上很可爱。啊，叫我要本线上看，去量一天，量一天上本线上看，第3月内，其实几只跟线上是变白的。3届时候全部都一样，所以那是很严重的意思，就是都变白了、变胖的。线上我举手一下，可是他2天前有去看呐。系啊，那为什么讲去变化冻结啦？哦，唔系讲大概每种菌就唔按样做，咁伊有上司咪会拄到按样做诶。啊，尤其係去讲对个传统诶，个呢种个技术诶抗生素冇效，改变到讲是个量也是冇效啊。该是见到样哦，就是代表说，我哋咧线上伊是讲，该上改成因，伊都可能找来找去嘛，哈。和结果机器看线上，可能又是抗生素，可是抗生素可能又恐弱性，所以该上改几多岁？依家系量送包卵系2岁得加是2岁啦，阿姐差唔多3岁。当时啊，跟如果阿姐先切多，切半该2届。所以你是讲不快系讲要计，因为佢當咪成因嘛，你不快要計，確定係每種菌嘅成因嗬。咁最好係做得分開落去塗最好啦，你唔快塗水，見做分機講最大不了。跟以前新冠肺炎共融啦，特別今下疫情動，你話即係共他冇下面會隔離啊，呢度健康冇出來，但係講呢效果線上就係講，該上屆時我是找來找去，冇想到營養蟲。其實講佢兩日之前有一款線上，佢可能有是抗生素，可是可能冇效。對，喺個啲是變啦。如果該送班人對水過天啊，啲下蛇，因為冇其他，你是可能啲人見啥啊，見睇咁過去。哦，後來有住院嗎？該有住院啦，該有大人啦。哦，該當樣做。哇，好。你講平常時對講每種用其實已經睇你唔會講持續機會當樣做。你講你久睇你會看到呢兩個按樣做嘅。所以講睇下就講體相睇㗎嘛嚇。你講佢白燒當樣做睇唔過去，嚇免唔平時，因為時候最簡單其實。會上去嘛，上去高嘛，社會充滿啊，又唔平時，又唔高，是有問題。奶見條台戲，跟要我有問題啊，我實際圖來看啊，啊跟我圖圖就結晶啊，晏晡就12點，圖圖南嚟過來3屆，啊可能上不掂。剛好圖好你讀該片，就是剛好在急診該片。圖好啊，冇啊，該其實。按樣從線上全部看得出來啦，係是講盡量唔好做不快拖到眼球啦。係，用樣蟲誒，其實上下咪會拄到當樣蟲誒。係啊。好，所以看你今日復習落嚟，希望你所有嘅鄉親們都手摸動態了解到底乜嘅係每種群體，然後唔係按樣蟲，唔係按定影鏡，唔過係地了解地勢。今日線上都到了片。好，希望相信。聽聽下來咧，繞向所有嘅朋友嚟做認同了。校群復習類咧節目嘅鄉親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咧傾站哦，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啲影片分享出去哦。